己啊？Yeah. 晚安，Miss。我想介紹我自己，我叫麗麗尼哈日蒂，我今年24歲，我結咗婚，我有一個女，佢2歲，我個身高係160厘米，我個體重係65公斤，我係張慧欣，我孫女高，我讀書都係中學畢業，我唔勁高，我唔勁貌，我唔識做肉，但係我可以煮肉。以前我就入喺雅加達2年。2021年到2023年，喺落班個幾有4個月先生就仔兩個小朋友5歲同1歲，跟住喺三波浪2年2023年到2025年，喺落班個幾有3個月先生就仔同哥哥81歲，哥哥中風，日本定屋企最終未送睇3送3。我識煮粥水做飯生意做咩播送，我識播木話播衣裝播香爐白裝做咩食米裝。而家我要去喺香港人位，我要揾多啲錢俾我自己做咩嘅嘅家人，我要留晒電話請你做嘢。同網先生送仔仔近我，唔該西先生，唔該西仔仔，再見喺香港，拜拜。OK good OK 我問你啲問題嚇，姐姐你有冇tattoo？冇 OK 你有冇病要食藥？冇 OK 你使唔使戴眼鏡？冇 OK 你識唔識講廣東話？廣東話識唔識講廣東話？廣東話識唔識講廣東話？識 OK 你識唔識講英文 English？識少少面。OK 好你有冇喺香港做過嘢？有冇嚟過香港？有。有？冇啊？冇 OK OK 好你食唔食豬肉？食唔食豬肉？豬肉唔食。但係我要煮豬肉面。OK 好你有冇食物敏感？食嘢會痕敏感有冇？冇 OK 好你有冇借錢喺印尼？有冇借錢？冇。pinjam uang Mbak, kamu ada pinjam uang nggak? Mau. OK OK 好搞掂啦。OK 唔該晒 Thank you。